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，今日2集，一索係鬼啊！佢哋依家有啲事，所以就暫停咗喺度，停止咗，等佢哋。OK，到我啦。摸到9同依家入席嘅戶，碰埋9索真係辛苦啊！摸到6索，逼住要求6索都冇辦法，仲要放個槓先，有戶都要叫㗎，有得碰可以轉牌㗎嘛。話唔定我摸隻1索字摸呢。OK， 升級叫3、6索，多一飛啊！摸到8索我都唔轉啦，因為我唔想求對碰。真係摸1索字摸開馬，好多馬，正啊！第2盤8萬係鬼，份牌冇8萬，幾個卡窿喺度，拆一個邊張先。一砍6萬，3隻6萬啦。睇錯咗，其實我攞呢隻8萬應該打7萬㗎，冇反應過嚟，因為自己已經睇錯咗一下牌啦。唔理佢啦，錯打錯嚟唔係點可以摸到隻4索啊？打咗畀下家碰先有㗎嘛。依家叫啦，對碰加卡窿2圖。轉對碰啦，咁我碰咗去拖牌。唔轉嚟轉去啦，就咁啦，暫時係咁啦。仲係3萬。摸隻鬼字，摸啊開開心心啊！下期見。